車上嘅女乘客懷疑冇帶安全帶，拋出車外，傷勢嚴重。由楊佩斯報導。事發之後，多個傷者清醒，坐喺路邊獲分流等候治理。有傷者頭破血流，包紮之後上擔架床送院治理。大批消防員到場營救。行人路上面一排圍欄被撞毀，一棵大樹被撞到成棵倒冧。涉事嘅私家車車頭玻璃破裂，泵把飛脱，一邊車頭損毀嚴重，安全氣袋彈出。消防用緊急插頭防止電動車突然行駛。有傷者話，當時私家車車速好快。我係去緊食飯，咁就跟住架車就失控，就喺個罅嗰度撞咗上嚟咯。咁我都避咗一避㗎啦，如果唔係訪問唔到我㗎啦，你應該唔記得啦，唔記得斷曬片啦已經，其實唔好意思。你撞到邊度啊？撞到擦傷晒頭都冚到咯。你係行過啊？係啊，路過。快唔快啊？車當時應該都幾快嘅。我啱啱行出嚟就聽到啊一聲，就個女仔彈咗喺度，好嚴重啊！個女仔唔喐，淨係隻手喐少少，就見到佢，我唔敢望啊。事發喺晏晝12點40分，九龍灣林興街近宏開道，一架持中港牌嘅電動車鏟上行人路，造成至少9人受傷，包括7男1女途人，同埋一個75歲私家車女乘客，係司機嘅太太。警方話車上面兩夫婦都冇帶安全帶，75歲司機被帶上警車調查，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。呢個司機咧就喺個停車場外面咧就進行呢一個嘅掉頭。咁啊期間咧，經警方我哋初步嘅調查得知咧，佢唔用呢一個油門咧當成呢一個剎車掣，咁啊引致咧車輛嘅失控，咁啊衝上咗行人路，喺行人路咧就撞到8名嘅傷者。咁而頗為嚴重咧就係嗰名被拋出車外嘅女乘客，咁咧佢被拋出車外咧撞擊頭部啦，引致嚴重受傷啦。經呢個急救之後咧，而家咧情況係稍為穩定翻啲，咁啊喺醫院咧仲進行緊觀察以及治療。事發之後，警方封鎖咗林興街掘頭路嘅一段，而涉事嘅車會拖去九龍灣車輛扣留及檢驗中心。傷者陸續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理，部分人要用頸箍固定頭部。貓 TV 記者楊培思報道。